神，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，大山为我挪开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，不能明白为何，但是都在，在我
帝的话记载在圣经节2处，路加福音2章40节。渐长大，健壮而有智慧，上帝的恩宠与他同在。箴言29章17节。管教儿子，他会使你终身平安喜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创造这美好的世界，求你赐我们聪明，能够每天发现你的创造的奇妙和伟大，帮助我们每天都能带着感谢的心，赞美你的大能。今天是你的主日，我们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的赞美，与我们同在。在疫情当中，求主医治保守染疫的人，能恢复健康，赐下平安，安慰经济受到影响的家庭，照你的应许，为他们预备每日所需，不致匮乏，亲自掌权，让疫情受到控制。今天是教育事工纪念主日，感谢您参派一群老师在主日学陪伴我们，透过诗歌、圣经故事来教导我们。求主保守老师们都能有健康的身心，充分发挥神所赐的天赋与才能。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好让我们明白你就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安慰，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懂得如何爱人，知道凡事照主的旨意行，帮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人，让更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牧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平安。我是黄之恩。在疫情期间，记得在线上观看来台湾宣教士的故事，借着他们的脚踪，带领我们更认识主耶稣。其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冬瓜奶奶孙理莲的故事，让我知道只要有信心，事情一定会成功。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说，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子，比其他所有的种子都来得更小，但是把它种在土里，就会长成一棵大树，而变成天上所有小鸟的庇护所。我记得在学校参加大队接力的时候，我被安排在第一棒，完全没有经验，也不知道如何起跑，非常的紧张，没有信心，甚至跟其他班跑练习赛的时候，起跑时跑得很慢，害得班上成绩不好。然而当我想起冬瓜奶奶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，让我有信心去完成这项运动吧，也让我知道要如何去练习起跑和传接棒。在跟班上同学和老师不断的练习之下，我变得比较不紧张了，最后也让班上的成绩有所起色。在我的心中充满力量和信心，虽然还是会紧张，但我知道只要跟主耶稣祷告，我所遇到的困难和状况都会在主耶稣的保守之下，让我可以更有信心的去做好每一件事情。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和恩典，
我知道我是可以做到的，所以主耶稣带给我的是不动摇的信心，并且在我努力与预备之下，经历上帝美好的祝福。感谢主，谢谢大家。奉献，我们一起来奉献。请坐。摄影，然后那个拍摄好的影片，有请安的影片，等我们来看德许跟德军共同合作的制作的影片哈，也谢谢他们在居隔当中还是依然的服侍哈。各位长辈们平安，我是主日学高小班的黄德许，在此要向大家请安。我从幼儿园中班就来到富强教会的主日学，至今已7年了。主日学又分为分班和合班，合班会唱诗歌，介绍耶稣行的神迹，还有感人的故事。有时会锦上添花的举办复活节、圣诞节的特别活动。分班又分为幼稚、初小、中小、高小班。初小和幼稚班会以浅显易懂、奖励的方式来讲解圣经。中小和高小班会用较艰深的方式来阅读、介绍课文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我们来祷告，让更多人认识主、服侍主。谢谢大家。请你们为我们代祷，求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开传讲真理的口，在宣讲基督奥秘的时候，能够有从圣灵而来的恩膏，能够贴近孩子，触动孩子的心。那在富强教会里面，也有一群家长。谢谢你们在家里陪伴孩子，建立家庭祭坛，陪孩子读圣经，或者是建立对神有敬虔的心，这些都是现今很重要而且极需要的家庭活动，让生活在追求快速变动、科技还有价值观扭曲的混乱世代里面的他们，能够从小扎扎实实的扎根在神的真理里面，就像一棵树栽在沃土里面，屹立不摇。日后他们能够成长茁壮，成为下个世代很关键的领袖。如今已经走进了后疫情的时代，请家里面如果有幼儿园的孩子到小6的学生的孩子，期盼你们让他们回到教会的主日学里，让他们从小浸泡在真理信仰的环境当中。那也谢谢夏牧师一直以来对主日学的关心，还有谢牧师直接的帮助我们主日学的孩子跟老师在灵性上面的陪伴。那我们也很高兴瑞平牧师加入我们主日学的行列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最后恳请大家将主日学的这些孩子们放在心中，恳切的为他们祷告。谢谢大家，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孩子所做的每一个微笑、正向的回应跟肯定的眼神。谢谢大家。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请起立。唱完后，请夏牧师祝祷。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遵从你的命，我要永远遵守你，我要天天遵守你。
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跟恩典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、相通扶持，与每位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小朋友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门。阿门。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。我们的小朋友唱一首祝福的诗歌才结束哈。